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建来的时间咯。也上面大家应该拢提供有发现到讲，几度乡下的地方，有几度后生人，几度路卡转步卡之后做木匠的工作，像耕田啦，做生意也好，几度木匠的工作，也本自家的路卡，本乡下地方产生了许多木匠的影响哦。今晡日也能就特别邀请到台面农一位后生的。当讲佢规划下工作嘅经验同故事，从譬如木匠用呢，到底木匠用睇呢？嗰本藝行喺教本主人家，即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個真實安尼人馬上就嚟邀請人小農時代負責人徐正凱阿凱。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小農時代負責人俊凱。哇，歡迎正凱來到我哋節目地方喲。阿凱，頭先我有講到講，青島嘅後生人貴到屋下睇工作嘛吼。聽講自家嘅工作冇嘛強，其實我也聽人講嘅冇嘛清楚。唔可以同大家講一下講，自家以前睇做乜嘅，更加貴到屋下之後有睇做乜嘅工作呢？我這家貴到面農吼，一開始就是貴做以前是睇羅北州啦，就跟大家相同，就是北漂青年。伊到台北安尼做些就加工廠，一開始唔定，做嘛個就先做加工廠，做下來卡出了一些像媽媽出茶貨，然後嗰陣個就行來講，冇工作冇問題，就先歸天數照顧媽媽安尼，然後就是。這樣也就是剛好在美農可以找一個小工作做，然後家裡有人陪長輩，然後如果想一想就想說好，那就先回去好了，反正哥哥都在講了，那不回去也很奇怪。因為剛好媽媽在前一陣子發生車禍那段時間然後車禍，所以我就好，那我就回去照顧。那一開始工作當然就不穩定了，就是後來就想說那就做保險。聽到媽媽做嘛？對，就介意陳述中伊講做保險，但嘛好穿用人講伊做保險，屬太的上的生意呢。因為我爸爸可以做就過身呢。所以就講安尼可以就你就來做可能面，就講後面就來做保險，就介意天數，就下晡介意做年客結掉，就唔是做安動，就做安尼啦。做下來就開始。因為就冇像以講的安尼啦、安好啦，就是幾好村樣的啦，就是還是有幾多妹妹角角啦，幾多辛苦的地方。對啊，還有本面就這個嘛都唔掉，因為就你的問題嘛，會少。還有本面就想這個只有第二個事業，然後想那第二個事業呢，我就是看到幾多老人家，面同的老人家，有人講。可能最後買本奶片按便宜買唔出去樣的，水果唔好買一條，就講是我這個有睇做網絡上的一些發文，就講也給了人家講，我能有買乜嘅東西不愛，就講人口吻，嗰時陣吼，嗰多人唔理，嗰老人家都佢反對啦，反對後生去看天路啦，因為嗰時佢行就。嗰度天路佢教的都教天路啦，遊戲網絡遊戲啦，乜嘅東西冇正經的，就佢冇正經啊，就是太老人家就唔可以很好，就講安尼佢買唔得啦，然後佢本來就想算了，就先試看下啦，然後就伊演的天球吉祥的然後該演像他走勢弟弟被妹妹嘎嘎啦，就是一些小東西的就對了，讓他知道。那我就會把這些東西就是放上網絡上，然後還有照片，然後工作的感覺什麼都會寫上去，然後結果沒想到就是出乎那些老人家之外，就是他們就變成是我常常會去跟他們拿貨，對，就是拿了貨然後再轉賣出去，然後他們就是因然而然就是越來越多人在繳貨給我，然後去轉賣。嗰種嗰時節都原本幾多都開始節都開始算做保險嘛，保險之後算做嘅工作，有個談風來親像係人哋更加講帶行銷代銷的一個工作嘛，你更加係繼續喺做一個工作嗎？冇，你就保險嘅基本就團嘅，就是後尾就因為收入比代賣還要來得低嘛，然後就是代賣就是賺比較多，然後那時候就是為自己有賺那時候
刚回乡就是赚到一台摩托车就觉得很爽啊，心里欢喜哦，以前无按对，就跟妈妈有些在冲突，说哎做保险赚无嘛钱，然后哎穿那个很卡夹，然后就是保险就开始慢慢就推黑，就是猛推做的啊，因为一方面是眼睛是个多多敏感嘛，就是眼中吹的对对，然后就说啊，人咧吹尽量不爱买啦，买啊。买红一类哦，就有几道问题会开始慢慢出来呀。啊，你个第一讲更加啊，可能好什么行？迄讲有这个港田啊，从做一个代销，因为上都会转到这个下去种港田哦，种东西港田，那个新疆地不有查呢？系啊，这查几道啊，这干嘛上来过桥？真呀，怎么跟你这个会跳下去呢？啊，你这个又本身又冇港田的经验的呢？俺们几道。都批的啦，也就看到，你存多钱呢？那是不是就回馈给他们？哦，对，那回馈像这些人，他们就会变成是我这边，因为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寄宅配会有一些费用的存在，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只是像一家像是中盘商这样子，然后赚一个中间的差价，可以赚很多，然后我们不用出什么劳力，也不用出什么，就是觉得我们很轻松。那他们相对就是价格会拉高，那时候一气之下我就先回去跟妈妈讨论，因为知道家族有土地，但是那一块地是完全荒废，就是你在港中嘛，还蛮鸟不生蛋的，就是那种河川地，因为河川地基本上很少人想要种，因为每年只要台风啊下大雨，做太水的时间都阴黑的，就全部阴黑的，就每年会种，所以我就想啊，每年阴黑种来。把钱就来下去做空下咧，所以一开始我种的就是红型的来拍的，因为我红型来拍的就那种就是卖最好，因为丝虫红最猛啦。我少看到红型的喇叭的啊，如果讲红型的喇叭种的好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师傅就各位种啦。那就抢高一啦，抢高诶就开始种红型的，种红型就刚也在文章啊、种植的过程啊，我一样就是照正常模式送到网络上去，所以因此就接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单。用办公够贴切的喏，轻松呀，讲有个好商品给达标，这个港铁呢还会写日记，再破的单个不很困难的嘛。对呀，因为这样子，所以因为就网络关系，所以我的点阅率也蛮高的。那时候就有一家生技公司，就是采购小姐就忽然跟我联络，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收芭乐，我就说好，那芭乐那我就给你收。然后他说我收的不是正常的芭乐，我说什么不正常芭乐？不芭乐就这样子嘛？我说他就跟我讲说我要收芭乐籽，哪怕在印呢，底部一个印呢，没嘿。来拍的含钱，它以前会细细粒的，伊会输给只细粒的，伊唔会太粒的。伊唔会小嘅喇叭的，叫佢含毛小按细细，咁能结字嘅时间。50元硬币这种大小啊？对，给模式的啊，给用来做嘛嘅？就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它是要干嘛，但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说，刚好我转季节了，然后第二批的就是要种。那个陈蜜香番茄，但是就想说，那陈蜜香番茄要开始会比较忙，那我就没有空管理芭乐啊，那缴那个籽给他，我就很方便啊，因为全部采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芭乐还会自己开花在前面，所以那个就变成是一个空窗期，别人会放弃掉，但是我就变成是把那个变成一个商品去把它卖出去了，都会有点机会啦。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干脆是这样讲，所以就跟这家生技公司就合作到现在，然后而且跟他合作的好就是他竟然都是大部分收的农产品都是农废弃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又更跟在地的农民合作了更多的农产品，就每个人的就是种植的方式就不一样嘛，所以就他们的一些农废弃物都可以回收再利用。这个努力本人看到，竟然都借由去加上有营养的关系，延伸出去สู่嗰度其他的东西接风来安尼。阿哥，这个睇种植后，你看对代销开始都港田，港田你这个有拄到嘛个困难吗？有冇经验？几多你这个影响过怎么样嘛个？像按你讲的，一开始我就跟人去合作的，所以我
分了一块是种东西，就是关于讲就是跟大家都相同啊，就是唔会种嘛，就当做爱田球种下伊就会有熟成，像爱来拍书种下伊，爱是时间到了就可以摘，就是变成爱唔甜嘛，就干宁红嘛，就像第那个肥皮料啊，那个伊开始就是大家就讲个沙肉嘅啊，沙马嘅肉嘅，沙马肉嘅，就安尼去焖嘛，然后就开始安尼做，然后做到后面。发现冇安简单。没人家讲嘛，个你这个团队的做路有一天的个熟成，唔免安尼。唔免安尼，就是各种美感，就是自己一切，就是像一开始啦，干净好，就会明天哦，就是哦，差不多你种田的以前啊，就会先带好。买到量的啊、生的啊，带你的田球啊、干肉那个，那些进抬杠啊，然后不会抢一些东西啊。你然后开始慢慢干一些妹嘎干工，然后就会慢这个带到这个田球一做。然后最后还有后面就是会干一个几道后生的嘛，就是面几道古类种田的后生。中央同中央。因为这阵就是陈蜜香。番茄刚好大，就是盛产，就是大家都抵陈蜜香番茄很夯啊。就是几道后上来就开始鼓励种，因为台湾好春啊，几阵几好春。都谈顿来吼，其实最难的部分，米咧拢归难，因为你这个冇经验啊。最后的部分都讲，拄到好有穷海。后生人有老人家可以做人个工作上的伙伴，同团队进来，天天的一步一步的，分这个营养够多一些，安尼，都更加，这样有个熟成嘛，念的阿快去个规律卡工作钢铁的营养係安尼，不過我談好咧，輕鬆閒無嘛嘅特別的地方咧，唔怕，等下休息一下，更多精彩的故事繼續同大家分享哦。谈好咧，阿快啊，轨道路卡钢铁其實也真辛苦咧。不過按辛苦後背，其他種嘅軌道嘅東西，都還有哪條農產品咧，繼續嚟講究咯。阿快，你睇到有講嘛？有一開始有種嘅臘八的，有種토마토還有呢，應該種嘅軌道嘅東西吧？我也段時間種嘅軌道，像如果一個講法，太優勢的風向就是有草莓。草莓也有種。然後木瓜，然後蘿蔔，然後就基本上如果是以美濃的農產品的部分，我幾乎在地的都會有種。全部美濃以前應該以為你全部種過一輪啊，全部種過。差不多就是比較特別就是草莓，就是帶來南部種。對。種嘅風嚟嚇。種嘅風以來，嘅嗰種種幾多啦，買幾好啦，就是後尾米就是因為天氣的因素，開始現在比較劇烈了嘛，所以就比較緩和，就是沒有種那麼多了。你這個種的按道，這個各有影響的農產品，各特別的有哪啲啊？我覺得比較特別，第一個就是美濃白玉蘿蔔。蘿蔔咧，以前咧美濃最有名的都係一個烹飪的蘿蔔咧。然後過來第二個就是玉米筍。寶秀筍，美濃也有一個哦。美濃也個唔係推幾多年種啦，因為我哋種嘅是冇相同的，就是現在市面上比較特別的品種就是紅曲玉米筍。紅色西瓜寶秀筍，一般的迄物件我記得我哋睇買嘅時就看到嘅寶秀，全部都一支一支啊，冇個西瓜啊。安尼講誒，可以做以前我哋即個寶秀筍，係一般的寶秀，就是甜寶秀、糯米、玉米啊，或者是什麼水果玉米。這一般的玉米是說，它一整株長起來會有大概6支到，最少會有4支，然後最多可能會到6支或8支。那一個植株它不可能說讓它全部玉米都打出來，因為它會搶營養。那植株絕對會受傷，而且後續全部長出來的玉米會比較小，所以它在這之前他們會有一個選調的動作，就是把比較小條啦，或者是說長得比較不好看的那種玉米筍先摘掉，然後留那個1-2根比較好的玉米，
让它去持续长，那到后面的收成，因为这中间大概还有落在30天左右的时间。哦，所以他们就会把那个其他的摘掉，那摘掉那里面的笋，就是玉米笋就可以吃的，所以才会流到市面上。这保秀说真是在保秀还忙前太没有哎。哦，哇塞，啊你佮同讲的拍时菇同缝的时菇有冇个差别咯？因为俺的这个种的呀，种的是比较它是针对那个玉米笋去。算是研发的一种商品之一啦。对，它就是专门就是长出玉米笋。哦，专门种的黑保秀笋，唔系保秀的。因为边保秀还是够贵快色。哦，其他也真的贵快色，其后色的系没有的时间。没有的时间，因为伊本身就有甜度，但一般的保秀笋是一类吼，伊甜度淡蛮高，啊天的伊淡蛮太。伊像嗰些保秀笋都是细条的，啊，俺哋这个种出来可以打到安的，就是再裹一些些，啊，重量嘛可以冲，所以就是有专门在种的。哦，嗰特别咧有个风时菇的保秀笋。哎呀，啊，伊个风时吼就是伊也色个孬啦，所以领用的就是研发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它的颜色比较漂亮，所以就制作这方面的做研发这样子。可能酱色的、红色的也个保秀笋，啊，你种的安度，很看到根本你啊，你自家也带了几多，迄年全部迄年自家种的农产品做的个加工品吗？哎呀，因为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像是农事体验的活动，那我们会请人家，就是让大家来玩，然后就会做一些让他们去做一些体验。那当然就是我们客家人传统嘛，就是比较节俭，然后能省就省。会上强会下这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不要都把东西都丢掉，那能回收的东西就是回收，再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商品或者是新的食物去吃，这样子不要浪费。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说啊，为什么你们都把玉米须给丢掉？哦，对，然后我说对啊，我们为什么要丢掉？以前都安尼啊，俺做个保修的时间，叫我个叶贝啊、时菇全部都绑黑啦、种黑啦，就是直接挑黑啦。啊，有一个老人家就跟俺讲啊，讲给时好但蛮好，唔会发好留本啊。就讲啊，留本做嘛？阿姨就讲我啊，老人家的尿尿不顺啊，给给规划哦，给有效。哦，原来有这个功效，那人就干呀，可以就全部留下来，就可以是做一些包装，然后让它变成它又有价值性这样子。啊，你连给保秀笋的时菇能拿来做乜嘅啊？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像俺们生鲜的，那我们就会说把它切成一小段，就是切成细细的啦，就是短短的。然后之后就是可以加在蛋里面，变成煎蛋。哦，保秀笋的时菇了，煎卵哦。然后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就是做茶包，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拿来做煮茶嘛，玉米须茶，应该市场上都会有。对，那因为我有去上网查过，我们台湾其实还大部分是仰赖于进口。原来保秀个时菇还会用进口的，原来这个唔系青岛保秀它去挑下来时菇来如何的，还会进口。因为那个东西很尴尬，就是说我们台湾种出来多没有错，但是。我们不是大面积种植，而且加上它的工，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每个剥开来就是把那个须拉掉，然后就特别留。然后二来就是说农药残留的问题，因为自己在种植的人都会知道说，其实种玉米的过程中需要很大量的农药才能抑制虫，因为玉米很容易长，就是很多卵虫嘛，就是我们讲卵虫就毛毛虫啊之类的。它容易有虫，所以他们要顾得好的话，就是农药的部分可能会偏向过撒药的。就是一方面要预防，因为那个须其实毛毛虫很爱吃啊。因为像我们自己在种，我自己田区都常常那个须可能被咬掉了，玉米还留在那边，这种状况。那今年quite聪明呢，佮从底下讲跟玉米时菇迄种应用的部分，今年像是给呢。对啊。你除了给路迄条都讲的个。时菇的茶，保秀个时菇的茶嘛吼，玉米笋这个时菇的茶，你还有其他的呢？像第二特别就是爱做落皮的啦，就是闽南的落皮的，就是贵货东西。错。因为落皮的就是太加工，就是
就是种植过程比较快，它的回收率比较快，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想到回收率快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因为我们就是要赶快的回收，然后有现金可以留。然后后面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中，1年2年发现很多人就是种了萝卜之后，叶子都会丢掉。基叶的唔会啊，就可能是在迄个期啊，个萝卜的底部。旁边萝卜的啊，然后就叶子丢掉，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去问一些老人家，然后他们就有跟我们讲说萝卜苗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二来就发现哦，原来萝卜叶可以另外加工之后变成商品，变成不浪费，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一块，然后又去研发出萝卜苗这个部分，因为它萝卜苗是早期就有啦，我们只是在把它找一些比较老一辈的人，然后去问他们才知道这个资讯，然后把它再重新放在大家面前，然后再做一些农事体验的时候，会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种植、这个做的过程啊。对，然后而且它蛮特别，就是它早期就是人家讲的感冒药的一种。然后从萝卜讲香用哦。对。你去探访来安好的东西，其实用慢做啊，健康有带来吗？有太现场吗？有可能这个带来就是我是比较用煮的方式去做呈现啊，因为煮的话我们就会做，就是放在像是梅干菜那样子，那我们就把它加在肉燥里面。但它的特别是说，它会比梅干菜的味道还要更香。可能讲也个中间结管糊糊的，迄种人讲的萝卜苗。系啊，就无讲啊，看来真是嗰种跟人哋咸菜干呢。因为伊的做法，按来讲啦，它是同一个科，就是科别是同一个，它是属于十字叶菜类，那它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它的做起来，它当然就是做法是可以一样的。那它唯一的差异性就是。一般的那个菜它是叶子比较大片，萝卜苗很特别，就是说为什么叫萝卜苗，是因为它早期是真的就是我们撒下去的萝卜长了它会很密，我们要做也是要疏掉的工作。那疏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把那种比较小的，或者是说比较密的会挑掉一些，就是让其他的比较大根的那个。萝卜啊，长得更好、更大根。那挑掉之后，老人家不喜欢浪费，然后因此就会拿起来，然后就是做加工。唔免啊，啲萝卜的放风来跟苗唔免还上，因为中古一行可以给啊。中对哦，那个萝卜的白玉萝卜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萝卜类差不多都这样子，就是你只要一摘它一拉起来，因为它下面都是它根茎，因为我们。种唔得的，因为它根茎会断掉。它主根系就是那个我们讲萝卜，就是我们主根系。那它会有一些像是小的根、细根，它细根会全部断掉，一断掉就死掉了啊，所以它就变成浪费。然后大部分它挑出来，然后最后就会有人就不想要浪费，那就把它做成梅干菜这种方式去把它腌制做出来。然后它就变成但是它做出来，它香气就特别的重，它会比梅干菜的味道还要再香一点。对，它只是说这个东西真的很费工，所以现在没什么在市面上看得到这种东西。你这个有在做吗？有可能这个有在做，可能嘛有干营活，就是我们就会跟农事体验的时候，会让人家来体验做的过程，然后会把它做成像是肉燥饭啊，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它做成，就是把它泡热水变成茶，就像泡茶一样，可以炖茶色。阿哥，倘安尼讲，有青葱萝卜的，安尼机会会唔会冲萝卜的腔样可以用鬼叫，就有冲肉的腔样啊？其实跟萝卜从相同的意思啦，它就是越放越久，它的那个香气会越来越浓了。你牙关不容易叫的啊？牙关迄牙可以做一些阿盐做出来的，阿婆跟人做的。哇，20年。安尼。等下牙关可以带过去，因为糖都哇，给萝卜的哦。青葱对啊，人家讲的萝卜讲腔样，一路的记录也有加吃啦，这20年了呢。我上次我们母黑卖20年的，哇，我们都差不多今年做的明年就要全部卖黑。哇塞，观众朋友，糖豆的梦哇，20年呢，
路片苗做出来嘅菜应该quite好吃吧？不过更加无法度好吃。不过啊，还有听讲嗰度好搞神奇嘅法通也係故事，休息下繼續同大家來紹介哦。而家後生人啊，回到路卡，無論係耕田又係做其他嘅工作，都有各有自家嘅想法咯。連人嘅阿凱也強用，不過有嘅想法係做乜嘅呢？請教佢一下吧。阿凱，唔可能你自家除了耕田之外，還有其他嘅時間。聽講你自家還有幾多無強用嘅想法，做其他嘅事情，你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你做係乜嘅事情嗎？我這個就是比較，我個人走的路線比較屬於品牌這一塊。就是做一類品牌。對，所以我在小農時代這個品牌，我跟我朋友就是合作夥伴們一起討論出來。像以小農這個時代這個品牌來講的話，我們每一個字都有自己的含義。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那小的話就是我們從小做起，我們是一個小農。食的話就是我們吃的東西，希望能吃得健康。那農的部分就是我們是針對我們自己是農業，那我們在地美農人，那我們就是以農為出發點去出發。然後代的話就是我們希望是，前一代的東西跟我們現在這一代的東西，還有下一代的東西可以完全的連接在一起。所以我們小農時代就這樣子把它想出來這個概念，然後做出這個品牌。本日嘅精神可以一套一套安尼傳下去呢，吼！哇，真有意思嘅名嘅。安尼阿凱，你一個品牌做嘅工作有哪一條？你有乜嘅理念也係提升呢？我們的觀念是比較偏向於說，我們就是種植的東西，就像品牌上面講的嘛，我們要吃得安心，所以我們在種的這一塊會比較趨向於是，用不撒農藥的方式啦，就是完全不用農藥的過程去種植，所以我們在種植過程會比較難顧，對，然後就是產量的問題也會比較少。你從你睇到有講緊唔係冇撒藥嘅，嗰時候可以講係十分的接近人哋講嘅有機冇塗嘅一啲農藥，難怪你睇到人哋講你哋種嘅保育神全部係本蟲嘅食個起個食係，難怪然後二來就是食的部分，我個人比較注重，所以在食的部分就是比較向往，就是大家都應該有看過，就是龍貓這個電影。對，它裡面就是有一段讓我覺得我應該要把這個概念傳達給大家，就是為什麼那個小女孩她在田區裡面摘的食物可以馬上送去給她媽媽，而且她當時她阿嬤奶奶有講了一句話，就是說吃了這個會更健康哦，所以那小女孩就很趕着說要把這個趕快分享出去。所以在我的想法就是我們要把這個食物送得好吃，然後可以馬上從田區摘了就可以直接到客戶的手上，然後讓他們可以直接吃得比較健康這樣子。所以就是食的概念這樣子。最新鮮的要對自己的身體啊健康最好的。你一個品牌啊，除了做理念係講冇塗吃鹽呢，你還有做其他的乜嘅法通嗎？就是我們現在在最針對品牌這一塊，就是我們會跟一些人合作，就像是米農聚落。我是覺得我認識這個朋友還蠻不錯的，就是他是高雄人，然後他對美農完全一無所知，然後因為這也是在一次的展售的時候遇到他，然後他跟我講他的觀念之後，我就發現的確美農開始就是一些年輕人流失在外面，然後回到美農很難創業，就像我當初回到美農種個田都被罵到臭翻，就是種田不會過活啦，種田是吧？我死啦！對對對，一個後生嘅係拖好拖得太好估啦，要講種田做嘛嘅，老年講不講出去攞筆工作係好嘅，佢都攞卡工作，不論係工作嚟喺耕田嘛嘅，都講冇乜嘅成就啊感覺。然後我才發現這個，一個外地人都想要去經營我們美農整個部落，所以我就覺得不錯，那我就跟他當下我就留一句話說，你如果來到美農找我一定全力支持。然後因此就是有他的
支持，因为我们就变成互相帮忙，就是说他来到美浓，我就是协调在地的人，然后或者是在地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让他的就是他可以在这边就是开始就是结合一些在地人的品牌，因为我们这一块就蛮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品牌展售出去，而不是说只是单纯卖水果，然后就是借由他的做法就是会在美浓办一些市集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装置艺术什么之类的都有在用，那我就是会协助他去用，然后我们整个就是像我这些品牌，因为我也是提升了蛮多人就是开始会认识我，然后反而我的食农教育这一块呢，就是更容易带动更多人报名啊，像大学生啊什么，或者是国小生，或者甚至还有接过幼稚园的。对，都生都胎的东西。对，然后我就会想到说，这跟我们的小农时代的概念是一样，因为我们的代就是要传承，让下一代知道说，现在农业是怎样，然后有什么更特别的东西，然后甚至他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这些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的概念之一，然后所以我就跟他合作。那像我们就有办一些市集，就是我一样就是等同于社摊啦，然后只是说里面的过程是我们自己经手包办。然后像我们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自己的老街自己造。对，就是我们美浓没有老街，我们的美浓老街就是一个永安老街，但是里面是只有建筑物。就是我们老街就是希望说，可以带动一些气氛起来，所以我们就开始会针对老街就是做规划。一开始是商圈的建立，然后过来就是老街的一些装置艺术。然后还有一些尽量就是每一个季节我们就办一场市集这种活动，然后因此蛮多，真的就是一开始我们的摊位就只有10几摊，到现在随便喊一下就是有70-80摊的摊位。哇，就是很各地啊，如果是美浓人呢，就是再次返乡，然后回到美浓这样子办这场活动，就是一起结合这样子，然后因此就是不管是谁的品牌，在这一块就是大家都有在关注这样子。嗰種唔能一個品牌同一個美濃市路一個今年算品牌嗎？又係團體啊？它算是一個品牌啊。兩個品牌共下合作來辦一個市集，都更加還有辦一條活動嗎？有啊，就我們還是有接一些活動，像是最近的就是跟客委會的活動，就是我們要在美濃辦一場客委會，就是演唱會。对，这一类的。那按照每一个季节，我们会选定在美浓，我们的点没有固定，就是因为我们美浓的最主要的永安老街，它有分上中下庄，那我们会这3个庄一直在轮流去办，所以我们是没有固定的点。但係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就是一個季節就推出某種樣的主題，而且某種樣的地方來辦。對，就是提升一個怎麼講，就是一個熱絡啦。然後這好處就是在地的人真的都很感謝我們做這些事情，因為蠻多人都希望我們再繼續辦，一開始是拒絕，所以我們一開始去辦活動都被罵，然後你們擋住路啊，你們，到後面就變成是回想就不一樣，回想就說那你們還要到辦，然後你們每年就固定在這邊辦就好了，就是改口了，就是全部，因為他們也可以幫助他們就是年輕人回來。像我們最好的一個案例就是我們也會有駐唱歌手，我們其中一個駐唱歌手是美濃人，一個美濃北漂青年，他每次我們只要辦活動他就會回來，然後他的阿姨就跟我們講，你們真的很好，我這個侄子從來都不回家的，然後因為你們他久久還是會回來，而且會回來又住個2-3天，這樣子就是。嗰種呢有個品牌做嘅活動唔單止係幫助在地嘅農民啊，又係講做生意嘅，其他做文藝嘅工作者甚至於歌手跟其他都有聽數到呢對啊，因為我們就是盡量結合啊，就會跟社區發展協會啊，或者是跟一些里長做合作，然後就是盡量。像我就是因為回到美濃嘛，就也是希望多一點年輕人回來，所以就跟着他，我就是也是大家互相幫忙這樣子，一起去帶動啊，我的品牌也因此這樣子也變得比較多人知道。
作为咧品牌负责人来讲，可能算係更加算很成功嘛。有其他後生人共用同共用想好嚟做一個品牌，有用你嘅經驗可以同佢哋鼓勵，也係一種指導一下嘛。這個部分就是要忍耐啦。對，因為凡是就是講簡單點，就是創業。創業一開始的初期，就是不需，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那我的概念比較簡單，就是忍耐，然後有些東西真的要忍氣吞聲，因為冷靜去退一步，冷靜思考，你會發現其實有時候的付出，並不是會馬上得到獲利，但是那個付出，或許未來你可能就會得到另外一個回饋，因為就像我曾經有環過島，然後我有個朋友很妙，我們騎腳踏車環島的，然後騎腳踏車環島，他就跟我講一句話。你今天爬這座山，明天山就會還你一個下坡，你就輕鬆了。所以我就把這個概念就濃成了，你今天忍耐的意思，可能接下來你的路會更好走，會更漂亮。所以就是忍過就好。忍耐一下可能付出用心一度，就差不多會有個收穫俾你自己嘛。觀眾朋友。唔講，其實啦，後生人歸到屋企也唔係乜嘅唔好嘅事情，既然有這個嘅想法，也係希望講大家可以鼓勵我哋這個後生人歸到我哋這個屋企，無論係耕田做其他工作都好，最重要係講，聽說我哋這個家鄉可以越來越好，也感謝我哋可以每年帶來按精彩嘅故事，從按毛共用特別好嘅落配苗一個農產品還有按好嘅花來鼓勵我哋後生朋友，再一次感謝你。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歡迎大家來美濃寮。好，我哋聽到可以去美濃寮之前呢，繼續先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提示鼓聲，提示鼓聲呢首先呢我哋呢兩隻手共用，但搓啊。搓手來過後，我哋呢首先搓手，表喺我哋呢腰骨方，我哋搓一下腰骨。我哋呢腰嘅搓手嘅呢，我哋更加呢同樣，要同我哋呢右腳打開一些，打開一些呢，我哋呢腳呢，同我哋眼神企到我哋呢左腳，我哋同我哋呢右腳。淡放起來，淡開來時眼神呢沉下去，沉下嘅時節係吸氣，腳掌呢踢出嘅時節眼神天天呢向後背，也係頭氣，同我哋氣頭吐出來，我哋嘅腳盤傾下去，向喺天嚟行，縮放起來吸氣，再對前面落下去，打開來，打開來過後我哋嘅眼神。表喺到我哋嘅右腳，右腳企穩呢，我哋嘅左腳，那天天呢對切頭向掉放起來，掉放嚟吸氣，企穩呢，我哋嘅腳掌踢出嘅時節，眼神向後背，舒暢對腰骨，撐喺我哋嘅腳盤，沉下去，表喺天嚟行，企唔會穩，表天嚟再縮放起來。在表下去嘅時節，我哋呢左腳表下去，我哋再打開來，我哋呢動作係重量呢，我哋呢眼神呢重量一定呢企穩呢，企啦下坐穩呢，我哋另一隻腳右腳呢拉掉放起來，掉放來時，我哋同氣頭吸爆來，我哋呢眼神凹下嘅時節，我哋呢氣頭會喺腰骨後。腳掌踢出嘅時節，眼神呢向後背，手掌呢撐一下我哋腰骨，手腳盤呢撞下去，掉放起來嘅時節，我哋對中間慢慢地下去，
打放起来。再强用眼神朝的到我哋咧右腳過後呢，我哋咧左腳調放起來，腳掌踢出去，腳盤傾下去，變喺天內下。再一次下去嘅時節，腳掌下來。而家呢，我同觀眾朋友做嘅示範呢，係我哋咧數變下來過後，我哋咧腳同我哋咧肩頭同法，我哋咧雙手拿放起來。一個動作就係搓我哋咧手，而家做嘅分解動作後，手巴掌搓手嘅，呀變喺我哋咧腰嘅項。我哋咧腰嘅點呢，當我點我哋咧虎頭嘅隻耳，我哋眼神是把輕輕搓一下，同我哋咧腰嘅用手巴掌嘅手氣搓一下，搓嘅手嘅，我哋眼神打出嚟，打出嚟過後記得咯，我更加對右腳開始做，我眼神一定要移到我左腳，我企啦下坐穩咧，我那數腳。數我右腳放起來，我哋可以做分解嘅時間咧，我可以先做安尼吸氣，從氣頭吸嘅到我哋腰嘅項，再變下來，再打開來。而家咧，我哋咧眼神咧，喺我哋咧腳項右腳嘅時間，眼神咧重量喺右腳，我哋分解動作咧喺左腳咧變鬆嘅拿過來過後咧。我哋氣頭吸爆嚟過後，我哋咧腳掌咧慢肩扭放起來，慢肩踢先變下去，打開來。作為基本，我哋可以企穩嚟過後，可以企穩嚟，我哋拿來做踢腳掌嘅動作。踢腳掌嘅動作咧，但係我拿來分解嘅時間，我拿同大家人講一下。我踢腳掌嘅時間你要踢，我哋練嘅腳調放起來嘅時間，人家腳掌要踢出去呢，我哋記得，我哋咧眼神呢，企喺另一隻腳過後呢，我哋另一隻腳變鬆來嘅時間，第一，我哋腳掌踢出去嘅時間，我哋咧眼神向後背一下，向後背呢係撐對我哋咧腰骨，幫我哋咧眼神有一個支撐嘅力量。力量係嚟過後，我哋腳盤傾下去，我哋冇穩唔怕，我哋咧腳趾對下天嚟，面對我哋咧天嚟向豎放起來，再調放起來，吸氣吸飽，我哋咧眼神輕一下，再腳變下來，眼神打出來，腳再打開來，我哋繼續嚟運作呢，為復發我哋咧。腰骨，我哋咧心臟咧，我哋咧肩胛，我哋咧心臟嘅陽氣，所以在狀況起來，我氣泡爆出來，氣泡過後咧，我腳掌咧，踢出去嘅時節，記得咯，踢出去嘅時節，眼神是把向後背，向後背一下，我腳盤咧傾下去，腳趾傾下去，傾下去過後，我哋喺豎放咧，眼神冇穩。腳可以對下天嚟，腳對下天嚟過後，我哋咧放轉來嘅時間，那再一次豎放起來，再一次豎放嘅眼神再輕一下，腳再變下來對下天嚟，再打開來。安尼咧對我哋企嘅動作咧，第一，我哋可以天天嚟練，我哋企嘅穩度，左右腳嘅穩度，企過站嘅咧，我腳咧那調放起來。調放起來可以天天咧鬆出腳掌鬆出嘅時間咧，我哋咧眼神是把向後背，輕一下，我哋咧腳盤腳趾向前面傾一下，我哋會彎到下來嘅時間，我哋咧腳趾對一下天來，對下去我哋穩咧，乃在縮嘅前面縮進來。縮進來，我哋再放放起來，再一次下去，再打開來。我哋按嚟做嘅用意呢，與分解用意呢，就係幫我哋嘅腰骨，我哋嘅腰嘅利用我哋氣頭吸飽來嘅時間，
我哋安尼沉下去，佢一沉下去，起頭無法度動我哋咧搖嘅吼，利用我哋咧腳呢，掉對切頭方掉放起來，掉放起來呢，我哋起頭壓縮嘅時節，會動我哋咧搖嘅吼。所以當冇動我哋咧搖嘅吼嘅時節，我哋咧腳掌呢踢出去，腳掌踢出去呢，我哋咧眼神對我哋咧數，我哋咧數心。相對我哋咧搖嘅搖骨，我哋腳盤沉下去嘅時節，變鬆來，變喺天下下，我哋變喺天下下，嗰度我哋嚟縮放起來，沿對我哋天嚟腳趾沿到天嚟縮放起來，都一樣換嚟，我哋同我哋咧腳再調一下，調一下再按起頭再去按摩我哋咧搖嘅。我哋咧搖嘅方法過後呢，我哋咧眼神那會過好，所以人講搖嘅嘛係個重要，係解脫嘅體一個生長吼。所以我哋做嘅時間呢，我哋記得我哋咧眼神去揾，我哋咧雙手插喺我哋咧搖嘅方。有人講我唔定係搖嘅點啦，一搖標啦，我哋咧雙手標喺我哋咧後背。我哋咧虎頭向嘅就係，所以做嘅時節記得，我哋咧愛換嚟過後，去都是吸包嚟過後，睇下我哋可以先做嚟動作，比方說嘅，再吸包嚟，再比方說咧。我哋可以先做嚟動作，做得到我哋咧眼神可以，我哋咧兩隻腳可以單腳企嘅時節，那做腳掌踢出去嘅，腳掌踢出去嘅，豎放起來，我哋做嘅呢，兩隻腳做呢，同樣腳掌踢出去嘅，掀下去再豎放起來。過來呢，我同他講人講嘅呢。做連續動作，連續動作呢，首先呢，我哋呢數把掌，先搓手嚟。搓手嘅過後呢，用我哋呢數把掌嘅手去溫手我哋呢搖嘅，稍微搓一下，溫手我哋呢搖嘅。好嘅呢，連續動作做嘅時間，記得我哋呢眼神企穩來，起頭吸包來。腳掌踢出去，腳盤傾下去，腳趾對天嚟豎放起來，再飆一下下去。更加通常呢，都做得到呀。詳情要記得嘛，係要記得呢，我哋好好來運動，我哋呢眼神同精神都會過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